过来消息哦，过来看高雄市有超过200万台奥多拜，也毋过有的所在停车格哦是真歹找。那一般民众哦，外省外嘛，定定不得已就爱违规停车。有议员就建议讲，应该爱参考外县市的做法，来建设智慧临时停车格。高雄市的交通局嘛表示讲，因会来研究。就直接停在那里。 民众骑奥多拜载人来做亚高铁站，明明牌仔顶悬有写头前100公尺有停车场，临时停车前30分钟免钱。不过民众也是停伫红线，互人落车。边仔某民众直接骑起来人行道咧等人，那车头周边有违规停车的问题，有外送平台业者反映，因为奥多拜停车格无够，因伫咧送物件时阵嘛是会违规。若是运气歹，拄着警察开单，迄天就等于是白做的。为了接人嘛，都是图个方便啊。 那当然就是最近比较容易停车的地方就直接停了。店家生意很好，外面都没有位置，我们也会先暂停在那边，想尽快取餐就走这。因为外送业务的增加，去年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就建议地方政府应该爱规划奥多拜临时停单区。有议员表示，高雄市有200多万的奥多拜，数量全国第一。即卖台北、桃园、新竹拢开始试办奥多拜临时停车格，建议交通局会当比较办理，而且爱做智慧停车格。 最主要是让这个停车区的轮转率会高一点哦所以如何来规划，然后相关的费率，或者是说是怎么样来开放这个临时停车区？机车只有后面有车牌，对，是那需要因为我变成我在路侧没办法照到车牌。根据高雄市交通大队的统计，奥多拜违规停车互拖掉上济前3名，分别是三明区、林雅区甲左营区，大部分拢是伫车头、捷运也是上环附近。对此，交通局表示，因按算16会甲外送平台业者开会讨论临时停车的问题。若是智慧停车格技术方面无问题，会找违规停车较严重的地区来试办。记者柯家珠、柯昭勇、高雄场报道。